林北港的建国国中甲日本的学校交换菜单，咱的学生体验到日本的食食的文化，日本的学生嘛食到台湾特殊的菜色，来培养到学生的国际观。来看建国国中学生即天食的营养中昼顿，敢若无共款。北港镇建国国中办理台湾和日本学校营养中昼顿交流活动，和日本军马馆教练市的中央组卡交换菜单。和我们日本群马县他们的学校的中央厨房那我们等于是做一个交流。即摆和日本交换菜单由建国国中的营养师设计，使用混啉在地食材，菜是有芝麻糕糜、挂包、炒糕的菜等等，希望让日本学生买当食到混啉馆北港镇的在地料理。我们里面主要是蟹黄粥跟挂包。那蟹黄粥呢，是里面有很多的海鲜，刚好是因为我们云林的北港刚好是属于海鲜的部分。透过食的文化，除了让学生的中昼顿有较侪变化，买当来了解无共国家的食食文化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